蒋介石家族的第4代蒋万安，今仔以市长的身份参加台北市228纪念仪式，对民众趁伊发表演说时阵撞出来抗议，要求伊着爱跪落来回失礼。蒋万安落尾是以市长身份来为这个事件回唔是，不过针对媒体提问，敢会以蒋家后代身份来甲回失礼呢？蒋万安说是无任何回应。走访了228纪念馆。 演说因为抗议暂停，蒋万安徛伫台顶规面的戒脚，一直等到场面受到控制，才佫继续。228事件满76周年，台北市政府伫和平公园举办祈福追思上河台湾纪念仪式。面对汹汹对后壁冲出来抗议的民众，蒋万安事后表示尊重各界的声音，不过针对外界讲伊的阿祖蒋介石是228事件的凶手，并无正面的回应，是以市长的身份为当初的事件回礼。那身为市长。 我想，我们也愿意为76年前发生的事情，在台北市大稻埕天马茶坊旁边，我们致上深挚的歉意。做台北市长又阁是蒋家第4代的蒋万安，这回态度大家拢真注意，伊宣誓会伫市长任内继续收集资料，为受难家属平反。之前有当面跟他们见面，聆听他们的声音，那的确有些家属表达。 目前他们有些家属并没有得到适当的平反，我们就是坦然面对，也希望能够找寻更多的资料、史料可以公布，能够还原事实的真相，能够持续抚平伤痕，来达到社会和解的目的。 下晡2点28分，代表和平的钟声响起，受难者家属王冠武提醒台湾人，袂当将这段历史放袂记。但这个事件是台湾走向民主的跳板。我想，即使不是罹难家属的后裔，也明白当时烈士们替我们争取到的民主与自由是多么的难能可贵。 参加纪念仪式的前总统马英九表示，伊知影事件所带来的伤痛，毋是回一句失礼就通化解。希望大家面对历史就事论事，面对家属将心比心。记者麦尚英、曾俊佑台北报道。